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就别热脸贴冷屁股了。哎，这人不就是救我的侍者吗？哦，原来他是太子的人呀。殿下，老奴想起来今儿那只鸭子了，真没想到那个宫女还有点功夫。你说的是今天才艺考核刀法精湛的那个宫女？殿下是贵人托忘事，几个月前她不知犯了什么错被罚跑，还是殿下免了她的罪呢。不过太子殿下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好歹我也是学医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。禽兽，禽兽，在等亲。能不能不要每次出现都这么不正常，正常点好吧？啊，怎么了，亲？我叫你出来是想问你一件正事，我怎么样才能帮助太子治病呢？哎，还真有一个办法。你除了完成主线的任务呢，还可以解锁各种支线的剧情。解锁各种支线的剧情，你会得到神秘的大礼。我用神秘大礼还可以帮到太子？我还可以友情剧透。接下来的支线剧情是瓦斯使团的比武大会。解锁剧情的方法呢是搜集剧情碎片。剧情碎片是什么？嘿，不要着急嘛，亲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等，又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你们这好感度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为什么赵成义好感度是0？我告诉你，我攻略赵成义攻略半年了，要是让我白费心思，我就打死你！不可能，我们的程序绝对是好的。不可能，绝对好的。不可能！刚才见你之前我都确认过了，好感度程序运行正常。亲，送你一句话啊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再送你一句啊，量变产生质变。还有啊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。攀登，我让你攀登。那你自己加油。小事。半年，我都陪他消遣半年了，这人好感度怎么一点都不涨啊？心是石头做的，简直了！哎，你闪开点！我没事吧你？给11殿下钱。你是泡鸭子的宫女吧？你认得我啊？那当然，考核那天多谢殿下出刀相助。好说好说，你那刀法着实精湛，鸭子抛的筋骨分离，分毫不差。太医们都夸你的手法堪比南朝的张秀姑。殿下过奖过奖，奴婢其实叫路人甲。我当然知道姐姐是司职司路人甲，昨天我就寻了你2次都没寻到，今天你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府上有很多好吃的，你跟我走就是了。瞧，我都已经打听好了，这个叫栗子糕，这个叫牛舌饼，这个是小主子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可把小环急坏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三顾茅庐听说过没有？我去请师傅，当然得诚心诚意，必须亲自出马才行呢。不过殿下，你这屋子也太乱了吧？没办法呀，11殿下都不让我们碰。哎呀，你们快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夏夏，哎，这是我把父皇的御花园翻了个底朝天，才找到的2块火石，只有这2个，很宝贝的，送你1块当见面礼。哦，这是碎石啊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小贾居然还识得碎石，果真是见识非凡啊！这就长好感度了。小11真是太可爱了，忍不住要上手的冲动。小奶狗。你怎么了？对了，殿下，你这一屋子发明创造都是干嘛的呀？你给我讲讲呗。发明、创造？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。
他们都说这些是我瞎胡闹，你果然是我的知音。对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呢是我发明的可以伸缩的灯笼。平时不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这样把它保存起来，很方便。用到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这样。哇，还好你这蜡烛没点着，要是点着了，你这一屋子东西可要倒霉喽。这些宝贝，这些发明、创造，可是我的命根子。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说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先不说这些，上次你的刀法，再给我展示一下呗，太好看了。真想看？当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下刀呢有快，有的时候呢，放在这个刀上。小姐，你慢点，我跟不上你的速度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用这毛笔写字也太麻烦了吧？你看，就像你写着写着不就没墨了，墨蘸多了还容易晕。确实是，我之前一直想发明一个可以自动吸墨的毛笔，但是我发明了好几次，都失败了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开开脑洞，想想办法。开脑洞？啊，你要在谁脑子上开洞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，发散思维。哦，比容后再说，我这儿还有别的好玩的。太烫了吧！这哪里是暖宝宝？我看那叫烫宝宝。小贾呀，我最近因为一事特别头疼。说来听听。你可知有何妙法可用于驱虫啊？驱虫？殿下，你不是喜好捉虫吗？怎么突然又要驱虫了？唉，这父皇的御花园里，名贵的花多，可恶的虫也多。要不慎被蚊虫叮咬，少不了瘙痒难耐，有时候伤口还要红肿好几日。哦，我试过很多法子，但好像都没什么用。你都试过什么法子啊？熏过草木，研过花叶，我还涂过蜂蜜。前2天我还想抓2只黄鼬，试试用它们的尿能不能驱虫，但是我还没抓到。那不就是黄鼠狼吗？十一殿下，你怎么突然对驱虫如此的上心呢？瓦兹使团不日将来访我朝，太傅说过，两国关系复杂，时而互市繁荣，来往甚密，时而关系紧张，危机四伏。近日，父皇常常忙于政务，直到深夜。我这做儿臣的，也想为父解忧，只是我，大哥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二哥有万夫莫敌的武艺，四哥虽也不喜朝堂政务，但却精通音律，善于文章，只有我好像一无是处。十一殿下，你绝对不能说自己一无是处这种妄自菲薄的话。你看，你来找我做发明，可谓是虚心好学；你能把你的发明画出来，可谓是慧心巧思；你画出来了，又做出来了，可谓是躬行实践。而且你还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，所以说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十一殿下，你还是很棒的。萧家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谢谢。那等我想到什么好的法子，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以后若没有旁人的话，别给我一个殿下了，叫我11吧。好。没想到小十一有一颗如此柔软的心，总是被当作熊孩子，他应该更需要被理解和鼓励吧。
要是天天想吃呢？不让你嫁到我府上，天天做给我吃。十一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好啊，小贾今天也辛苦了，那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干嘛呀？姑娘，真是女中豪杰。过奖过奖。我们都听说了，你为了见见死皇子，你都牺牲你自己了。哎呦！哪里？优秀，敬业。过奖。干嘛呀？我大印有一个新任务，让你在这个寒章宫里头找一个人，女人。什么人啊？这个女人会武功，手上有一个疤。所以他是什么人？哎呀，这个你就不要管了，找到之后联系我，再见。怎么了？你还没跟我说呢。那我找到了，怎么给你接头啊？对，忘了。这里有个哨，只要你一吹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见。再见。文武斌。小贾啊，有时候真有点羡慕你，今天多亏了11皇子啊，你真是躲过一劫。哎呀，我的好云竹，今天怎么累成这样啊？今天瓦资使团来访，要住在瓦资别馆，要准备好多被褥枕席，宫里人手不够，所以把司礼会针线活的全叫过去了。11也提过这事儿。比起云竹，我这消息也太落后了。不过你不在也好。你那针线功夫也帮不上忙。小贾你在想什么？我在自我检讨，我最近确实太偷懒了，都没怎么帮得上你的忙。你这2天有点心神不宁的，是不是跟4殿下闹别扭了？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敢跟人家堂堂皇子闹别扭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儿得罪他，不就是才艺考核的时候没有写他教我的书法吗？就这样就生气了？太小气了吧！小贾，4殿下呢，诗书才情颇具盛名，他身边那么多如花美眷，却只愿意花费心力教授于你，你又不领情，他当然失望了。而且4殿下出身高贵，心高气傲是难免的。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如果有误会，不管谁先去解释都没关系，你觉得呢？也是。那我先去洗漱了。好。我大印有一个新任务，让你在这个寒章宫里头找一个人，女人。寒章宫吗？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如果有误会，不管谁先去解释都没关系。兵法呀，白天看着就是一副社会闲散人员的样子，没想到晚上这么认真。不过他这个毛笔看起来也太难用了吧。那要不然呢？我现在试着给他做一支蓄水毛笔。11，哎，陆姑娘，小主子昨个睡得晚，还未起身，要不……谁说我还没想啊？小贾来了，我精神百倍。那来，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个小发明，这个呢叫蓄水笔，
平时用毛笔写字不是总要蘸墨吗？很麻烦。有了这个蓄水笔，你把墨一直存在这儿，就可以用好久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我教你啊，你用这个笔头呢浸在墨水里，只要这么用力一抽，墨就到这儿了，就可以一直用，一直用，厉害吧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那我们快试试吧。好。走。那你说说看，会如何啦？执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。想要练好字，手腕要放松。殿下，可是这名录看得烦闷，要不我找小贾姑娘过来说上几段。你现在倒是厉害了，都敢调侃我了。小宝不敢，小宝也是好些天没听小贾姑娘讲故事，耳朵痒痒，想听。这瓦兹使团不是便道，说好听点呢是来邀功请赏，说不好听点就是来找事儿。会同驿馆最近忙得焦头烂额，我也是分身乏术，我哪有心情听他讲故事？小宝不屑。前日您还不是跑去詹师府要人去了吗？说到底啊，这心儿姑娘还是不一般的重要。哎，一提到心儿，我就头疼。她现在是越发的胆大妄为，上次私闯徐府，这次又差点伤了大哥。我只希望在瓦兹使团来之前，不要再给我惹任何麻烦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你看吧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说的亲测有效。这个太有意思了，我多做几支，一支给父皇批奏折，一支给皇祖母朝佛经，再做几支给大哥画画用。哎，对了，太子殿下是得了什么顽疾吗？大哥一直都那样，他在冷宫出生，条件恶劣，就落下了心梗的病根。这么说，是在娘胎里落下的疾病啊，那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太医也没查出来。那太子殿下为何在冷宫里出生？嘘，这可是我出生之前的秘密。据说太子的生母去世之后，是皇祖母亲自把他接回来抚养长大的。这么说，太子殿下也挺可怜的。是啊，国师为大哥算过，说他魂里缺一魄，须得遇到有缘人，才能保性命无忧。封建迷信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命定之说不可信。国师可能就是找了个噱头，说点宽慰的话，安慰安慰太后他们吧。有这个可能，毕竟皇祖母最紧张大哥了。哎，师爷，你相信命定之说吗？我不信。就是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命运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就比如说你啊，只要你一直坚持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，你就好好努力坚持下去，说不定以后你就会成为新民发明创造第一人。小贾，我真想一直跟你在一起，做发明，做创造。哎，对了，师爷，之前你不是跟我说想要驱蚊吗？我那天回去认真思考了一下，我有办法，不过就是缺了个东西，比较难弄。你已经想到办法了？什么东西啊？硫磺。硫磺？那不是做火药的东西吗？平时好像只有在兵部的库房里才有。不对，最近礼部好像在为迎接使团做准备，肯定会有做礼炮用的硫磺。大爷，我的就对完了，让他在这个汗章宫里头
找一个手臂受伤的女的，但是我看她怎么飙火火了？何出此言呢？我想跟她套套近乎，夸夸她，她好像听不懂，不领我的情。伪装诡谲之道，你这话都说不清的脑子，理解不了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们唯一成功安插在四皇子身边的妻子，且先看她能做到何种地步吧。阿文，密切留意她的动向，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。好了，大爷。路人甲近日和11皇子多有往来，11皇子好像打上了礼部刘皇的主意。大人，此处可做文章。殿下，我今天去詹师府问话，那边答复说，本来太子宫里答应放行，但后来又反悔了。为何反悔？说是心儿姑娘自己不愿意调人。心儿还是如此任性，就随她吧。之前他们才艺考核没找到她，此刻也怕正紧盯着韩章宫。若此时调心儿过来，必定惹人怀疑。另外，我去詹师府问话的时候，碰到11殿下了。他又闯祸了啊？没有，11殿下他说他要救小贾姑娘到他宫里去，不忍心她干粗活。11。这个是做给4殿下的。哎呀，我的好云竹啊，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我就说嘛，现在只有跟4殿下赶紧和好，可以让你重新开心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，好吧？找我干嘛？找你干什么？奉了大爷的命令，让你配合我，调包硫磺，炸伤11，嫁祸老四，听懂了吗？帮你调包硫磺，炸伤小11，还要嫁祸给赵晨野。哎，你变聪明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硫磺这事儿？喂，说实话，说实话多办事。哎，你说实话多办事，说实话多办事，说实话多办事。不行啊，如果我听他的，小11会受伤，赵晨一会背黑锅。那我不听他的，我又被一刀捅死。虚有症，你可真是心狠手小辣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11，你怎么来啦？快跟我来，正好找你呢。走。啊。你绝对想不到我找到什么好东西。快来看。什么啊？哎，硫磺。这个啊是硫石，你要用它的话还得提纯呢。你还没告诉我们要硫磺干什么用啊？硫磺它有消炎抗菌的作用，它可以抑制真菌、细菌还有螨虫。我们呢可以用它做硫磺皂。什么菌？什么虫？你视力不好，看不到的。哦，那我们快去准备吧。走。离远点，那个危险。哎呀，过来啊！没关系，再来一桶。不能再来了。这个没事多好啊！有事儿，危险啊！调包硫磺，炸伤11，嫁祸老四。哎，小心！哎，11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贾，殿下，小贾，11，小贾。
赶紧可算回来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小贾姑娘被禁军抓走了。抓走了？不知她和11殿下在弄些什么，突然就爆炸了。现在怕是陛下已经知道了。爆炸？硫磺？流石确实是11从我这里取走的，但我已经确定了，万无一失。怎么会突然爆炸呢？那怎么办？司药司已经派人去了昭春宫，11皇子安然无恙，倒是那位宫女受了伤。新明已明令禁止硫磺流通，兵部军火库才有储存。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内宫中呢？混账！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宫女啊？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母后，儿臣知错，是儿臣有礼部提取的硫磺。原来是叶儿之取的，那如何到了昭纯宫里11弟喜欢钻研新鲜事物，儿臣见他需要些硫磺做出新的物件，儿臣便从迎接瓦兹使团的烟花物料中取了些给他。轩儿和叶儿小时候是有一些相像，常常喜欢读一些开悟药术的书目。我记得叶儿小时候对曲谱也是十分了解。自己声色犬马，还要教唆亲弟弟不务正业，怎么礼部的差事不够你忙了？儿臣知错。小贾，你可回来了！听说你被禁军抓走了，你这受伤了？疼吗？有点儿。你今天真的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今天呢就应该把那个竹筒拿出来。不，我今天就不应该去做硫磺皂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今天到底和11皇子干嘛去了？我跟他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你知道11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听说皇上今天去了昭纯宫探望，11皇子万幸并无大碍。他要是擦破一点皮，你这个小脑袋怕是保不住了。没事儿，这边看来是没问题了，那边可怎么向许大人交代啊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怎么回事？11皇子怎么没有事情啊？你蠢货！我怎么了？你那硫磺放多了那么多呢，能活生生炸死皇子的分量。不可能！拍这边，拍这边！我告诉你，11皇子万一死了，皇上必定怪罪下来，必定查到你家大人头上。我回头再跟徐有贞告你状，你完蛋了，你完了！我跟你说。唉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唬住阿文，之后的事情看能不能糊弄过去吧。恭喜亲解锁支线剧情瓦兹使团的比武大会，集齐4个吉祥物即可解锁该剧情。你刚才说4个图案，那就是等于说在4个皇子身上？请独立思考。不说就不说，不就是找路吗？我擅长。小贾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要不是被母妃禁足，我早就去看你了。伤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，都怪我，害得你也差点受伤。是我非得拉着你去看火，你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。不过还好你没受伤，不然我就自责死了。那种情况下我是男人，我应该保护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何欢拿了上好的膏药，我给你涂啊。哎，这个是生肌膏吧？你果然是行家，一闻就知道。小11这里的路应该不难找吧？好了。哎，谢谢。11啊，你这又多了什么好玩的呀？啊，这些都是最近的发明，你慢慢看。不错嘛，看起来都挺有趣的。那当然。在哪儿啊？看见了。
十一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灯笼送给我？当然可以了，我这里所有的东西，只要你喜欢，随便挑。嘿嘿，谢谢十一。特意带了礼物来，他应该不会再生气了吧？送给你。唉，看来还在生气。你看啊，这个呢叫蓄水笔。只要你拧开后面这个地方，就可以把上面的墨全都吸进去，这样呢就可以省去不停蘸墨的麻烦。你跟十一胡闹这几日，就为了这根笔？这哪能叫胡闹啊？这个叫发明创造。只要你有这支笔，一次墨写下这么一整句诗句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厉害吧？哎呀你！上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前几日才艺考核的时候没有写你教给我的书法，生气了吧？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苦衷啊。都这么多天了，你还在生气，你这也太小气了吧？我小气？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争吵。明明是你这么多天不理我，你还……哼，你还叹气？四殿下，你最近红袖添香的很开心啊！你今天给我说清楚。这是玉瓷，砸坏了要杀头的。哎呀，你说的对，你被砸坏了没关系，他可不行。四殿下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我刚才都说什么了呀？叫你嘴硬，叫你逞强。我明明是来跟他道歉求和的，这下台阶下不来了。这就走了？殿下，这小贾姑娘怎么气呼呼的走了？她生气了。该生气的人应该是我吧？前几日硫磺爆炸，要不是我认错态度快，那蛊惑皇子不务正业的宫女就身首异处了。还有，她跟十一胡闹了几日，就为了这根笔。你看看。哎，殿下，这支笔还挺特别。小八，你说这根笔该不会是特意为了我做的吧？一定是。